下摆农业焦点冇嚟關心，而旱地幫農特別報道，因為抗天旱上水，經濟部嘅抗天旱小組上周也是建議，從籌備開始，突然新竹、苗栗那部分嘉義、台南地區而停止灌溉，面積加起來就41576公頃。香港籌備專區公告，天干嘅農民之前加倍上百了千千，希望自家簽到順應當中，也希望得到政府嘅補助。下個節目為年齡青年做旱地幫農嘅專題，希望從抗天旱、休耕、補償และ順應分配的各種嘅角度，以及210年來天然大休耕調出乜嘅問題，醞釀不了天數解決農民嘅問題。香港田管去年公告日打造自由東東農民去竹北市農會就係打電話詢問，之後了解田管企穩。對於田管和休耕嘅農民，除了都無奈何以外，還反映講，自去年底嘅能見上百來向農委會申請，又係同農糧署開會討論，做下無法度得到清楚嘅資訊。政府該提天水咧哦，愛到去甲清水咧做咧本愛到4天，哦4天，不過該政府嘅補助天，佢係本安尼繼續做咧量哦，安尼農民嘅生活也做咧過害，冇真心就蠻生活啦。去年1天風采6個日無啦，去年10年到今年1年，將台灣水庫嘅供應量跟到10年平均起來3到5項。你東府用大節供水就係輪貫嘅方式將勉強挨到修行，但是收落個氣象局預估，而等到5月底嘅日期繼續將有啦。為到冇同5月底之前做到第3階段供水，咪在分期輪救民生用水。經濟部抗旱小組建議，同農民希望是否之前真公告，希望降低損失。田管範圍包含桃園太旱區流域、新竹頭前區流域、嘉南整份區流域部分地區列島，讓向嘅面積有4.2萬公頃，其中大約有54%係水務嘅，但係事情持續模糊，未有可能控太多苗栗中港區的管區。今天中央氣象局在開始的時候跟我們報告未來的長期氣象這個預測呢，在1月19號、20號左右，也許有一波降雨的機會。會舒緩這邊的旱象，所以我們現在的決定，苗栗的中港溪灌區，在下一次的抗旱會議再做決定，是不是要進行停灌的作業。禮拜田管強制休耕，政府講是否嘅農民是得2到10公頃請購8.5萬嘅休耕補償，專種測量嘅農民咪係申請10公頃請購6.2萬嘅專屬獎勵。本來只係申請二東湖休耕嘅地區，禮拜強制休耕唔會影響到二東湖強量休耕資格。那這樣104年一整年，它就是休耕的狀態。那如果105年地主還要求要休耕的話，我們不會同意的，我們不會同意。所以外界在說會有連續3期休耕的狀況是不會發生的。台灣體現各地政策動態本來數字卡留唔起，作旱措施數無哪用，總之東湖做主要收入嘅北部農民，連至天時影響，而東湖太細係休耕，就算農會附近上面有實際工作嘅人量得到，但是其中嘅推廣業者實人之同地主講冇貨，兩唔到補償以外，還要等1年半了後嘅修行將有收入，農民驚怕我承受動態嘅經濟壓力。卡新聞綜合報道。我也看到經濟部初步找尋時繞牆的農委會，已經決定相關的單位稍改提示白抗旱小組回應。政府表示，專業人士變了，為咗去保方面下南，又希望打入水意。我係講到時節水落到唔拿到，經濟部是會討論，希望實施天然階段限水。之前受到衝擊的是有水料漲中月版的上門水庫供水期。水位唔大用嘅，就算對草案部議事方面通過有落地議，唔過三門水庫涉水期桃園漲到嘅4.2毫米，對田旱還係無乜幫助。經濟部講係講廿波嘅水庫無卡到嘅水道來，年年初就會來評估或者是天然階段限水冇。我們現在評估的是所有目前水情燈號在黃燈的區域，全部都是檢討的對象。那目前看起來比較明確的是石門水庫的供水區，確實有必要進入到2階限水。假設水情況沒有大幅度的改變，桃園農民廿波嘅東三門政治為用人類比同嘅水來飲田，希望每條件好維持生活。不過農委會農田水利處講，比同嘅水單單都係對水庫嘅水來嘅。
韩国比桶水量没冇办法填出到所有农民归海调动户就拿水用，故说比桶还能会流到太家水唔拿用时节，将会拿来用。举个例子来说，在民国91年的时候，这些农场的水曾经是有这个来做，最后因为整个水库见底，所以它的水有抽取来做一个民生的一个最后的一个需要，所以类似一个战备的一个用水。气象局讲，昨年20边呢，目前所会有方面下南，有希望会带水起来，经济部未会把握机会来做人工落雨，也还能继续呼吁民众为上上用水。南湾苗栗总共还关块区为田关幕，为第5年代宽水量情形来快飞给天。客家新闻记者陈做特别报道。你进一步来看，水务拉中被台湾面临的欠水危机，上门水库中的水涨至半天，创下2020年之内的最大纪录。经济部紧急召开抗旱会议，强调系讲上门水库的储水量冇改善，预计扣拉供应之后，随实施天气阶段的限水，到时节用水大幅大增嘅，最高会减少供应28%水。三门水库吨水量为唔拉尾，水量创11年来嘅最大纪录，到今日长存到50.5%。但讲无计水落体水库度无19吨水量就会无影响，被台湾民众惊怕无水用。这个蓄水率呢是过去有记录以来大概最枯旱，在这个时间最枯旱的排名第5，所以目前蓄水率的状况确实不佳。三门水库供水期包含新北市桃园林口也都所在，为到应付缺水危机，喺前年3月已经实体阶段也减降压用水，不过用户唔会吃到限水压力。为到暑假做填换，经济部会提议嘅除湿小开提600抗旱会议，喺讲吨水量限喺无改善，建议阶段限水按上会提扣拉公年过后实施，天我嘅前景会提5月底实施第3段限水。目前我们最终极的目标是希望5月底之前，因为那个时候是我们枯水期的末期，到那个时候不要到第3阶段的限水，用这个目标来做水量的调度。扣拉公年后天意阶段限水措施会针对用水超过1000度的大户，包含上温暖储水池业者，特产业会减少20%的用水量，公有用户特产业降降5%，而想养用用户1400户客家，其实唔但抢被台湾面临缺水危机，经济部讲吨水量500以下的水库，还包含新竹宝山天意水库、苗栗永福山水库、明德水库也都限水期点的过大，水唔拉用民众抢做的个体量的话，强下上水。客家新闻综合报道。